始用汉文，古早的汉文，吼、开始来吼、将即个欧洲、美国即个一款名词吼，用这个用汉文来表达。所以咱讲，怎么会没有哲学？中国有哲学啊！开玩笑，你就是让陈教授，你就随便讲，不是啦。拜托的，咱有哲学无对，但是咱 philosophy 是 the knowledge of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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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迄个叫哲学。你去查19世纪之前中文的册内，你绝对无哲学这项代志，也无美学、美学 （aesthetics）， 这拢是日本人是用汉文。咱讲啊，中国大陆或者人骂日本人啊，怎啊？歹势吼，日本人吼，到今日为止都得用汉字啦。韩国已经废除啊，无咧用汉字啊，对无？但日本人毋管怎，就是无放弃汉字是安怎？真侪物件是用汉字来表达嘛。所以讲真侪即个名词，就是伫咧所以讲20世纪初19世纪尾时阵才开始流行，但是歹势流行歌即3字，毋是欧洲，毋是美国，毋是要讲 popular songs， 才有流行歌。你讲流行歌古早才是啦，即个毋是白。咱有一个中国的即个歌星叫做王菲，对无？用足酷的，那就这样背。你若看这样背，迄个字幕就甲你写背。即个另外一个伊叫做拜，台语嘛是拜啦。什么叫做拜？就是歌就对啦。咱有迄个法师啊，师傅咧唱的迄个就教的歌。范拜范上面一个零，下面一个平凡的凡，范拜对无？咱迄个拜就是这个拜啦。这个拜呢汉字的歌甲拜，日本话拢会咱读有他。所以这字起有2个发音，一个就是用古早日本大和民族的这个音，哈呀哩有他，这个歌读有他，这个拜读有他。另外一个呢，读起来敢若中文的，敢若汉文的，流口卡。流行歌、流口卡咱就知影日本话内底有一寡音是叫做动音、粗音、汉音，了是甲咱听起来敢若台语、敢若汉文的有一寡是大陆民族，就是下亚哩有他。本体即2个读，拢会当安尼读，但是到1900年的左右的时阵，渐渐即个录音唱片的即个产业起来，所以开始出现真侪流行，所以流行歌伫日本。尤其是用西洋的音乐来弹奏的 jazz 迄款的，渐渐咧，即2个音开始分开啊。你若读流口卡的时阵，就讲这就是流行歌。你若读下亚哩有他的时阵，因为这是啥物时阵就有啊？1200年前就有啊。真正日本的歌册内底你找出来，都有流行拜下亚哩有他。真正就是咱即摆流行的意思，只是讲迄当阵无迄个印刷的这个科技无这个录音，但是迄当阵伫个这个回头行尾，有人咧唱的这个有流行的这个概念，真侪人咧唱的，伊迄当阵就这3字出现。所以讲流下亚哩有他古早的歌，传统的这个歌会当讲是下亚哩有他若讲流口卡就表示讲现代20世纪以后的。这个名词咧，来。咱来看伫咧即个台湾甲上海足趣味的，毋知你有看过无？咱华语华人世界当中国语歌啦，国语的歌当然是市场上大的。除了国语了以外，就是广东歌、香港的广东歌，阁有台语的，也是讲新加坡马来西亚讲做福建对无？台语歌、粤语歌、国语歌，这3种歌。市场有够大，有通饲规个唱片公司饲遐的歌手。你敢有听过四川流行歌？应该是无啦。山东流行歌，我知道山东话，但是敢若无山东流行歌对吧？所以台湾日本人冠过，香港英国人冠过，上海对吧？上海是租界，毋是。但是原来是政府外国人来管理的这个所在。国语歌的这个开始的所在是上海。台语歌呢，咱是咧这个真正现代台语流行歌是新加坡讲的福建台语流行歌的日本时代伫台湾开始的。广东的流行歌，现代广东流行歌，
真早就有无，但真正出名1970年左右的时阵，好，所以这三个所在的流行歌，这个三个这个语言的流行歌有够大市场，吼，会当算讲花起来，啊，不管唱片公司还是歌星，拢会当成就就对了，吼，啊，所以我记这个台湾到上海，是安怎爱记这个？咱来看一下，咱伫咧唱片吼，迄张中间迄个音标啦，吼，原标啦，吼，这个纸标就对啊。差不多咱看到遮几个这个名，啊，咱伫咧上海，伫上海现代电影种种真侪这个名声。啊，伫咧台湾，咱伫咧台湾就是因为日本人的关系，因为流行卡、流行歌、流行歌这三个汉字是日本人先啊带入来台湾的。好，咱伫咧1920年尾的时阵，台湾的唱片就咱看到写流行歌，啊，佫有真侪其他的。哦，啊，伫咧老的即个上海，1930、40年代的时阵，嘛真侪即个人，但是最后大家拢用流行歌即啥，所以足趣味的。哦，流汉文忘着汉字啊，但是这是1930年代，哦，才开始进入咧迄个中文当中。所以我来你讲，你若真正到1930年进前的杂志啊、报纸啊，啥物册，你若找着流行歌即啥，我一来送。哦，佮加上你其他的，哦，你个即个吼阿里山吼三江即个旅行吼，都是互你保起来吼，所以应该是无好，所以这就是流行歌的意义。啊，那照，所以你若真正有要有流行歌，你要有科技，吼，将这个歌、这个音乐放上，啊，无一定是有声音的，古早无声，就是用歌册。啊，但伫咧东南亚咧，嘛是共款。哦，嘛是共款。来，咱今日要来讲的东南亚，咱小等吼，来开始来甲你介绍一下，到底东南亚流行音乐的伊即个所在材料，伊啥物时阵开始的？即个源流是安怎来的？吼啊，你讲这进前的，这就是我，咱即摆咧讲即个有即个一个组织叫做东南亚国家即个，这叫做啥 ？Asian， 东南亚，反正有10个国家啦，吼，这10个国家组织起来，啊，即摆就是咱讲即个10+1哦，中国咧加入就对啊。啊，所以咱即摆一般咧讲的东南亚好定一下，吼，就是这几个国家。啊，但是我今日咧讲的就是我一开始所讲的，因为咱真早就有菲律宾，吼，来个帮忙咱即个家庭，吼，家庭即个服务来甲阮摒扫，甲阮煮饭。啊，佫有越南的姑娘嫁来台湾，吼，啊，佫有泰国的劳工来甲阮斗3工，啊，即摆上济就是印尼，吼，印尼来甲阮做时段啦，所以，因为这10个国家真正要讲的物件足济，我选即个10个，吼这个10个国家内底，我选4个国家出来，好，小等慢慢来介绍，好，一开始，即摆40分钟啊，你还袂听着歌，我较紧但是马上歌就要出来啊，好。咱讲即个中南吼，即个中南半岛，啊，佫有马来群岛，像咱讲，就是遮亚洲大陆吼，一般咧讲，伊甲马来西亚，这有做中南半岛、中南半岛啦，啊，这有做马来，像咱做马来，就是说无话说印尼奈马来，其实吼，印尼这字吼 ，Indonesia 这字是创造出来，因为理论上来讲，印尼遮的人。真侪人拢是马来，因讲的话，因的血统其实是马来。啊，现在有做印尼 （Indonesia），因咱拢知影足早时阵，哥伦布啊，即个使船出来的时阵，反正看到迄片土地就讲啊，这个印度啊，其实走啊比咱即马讲的美国，啊继续走，而且哦，佫有遮尔啊侪即个岛屿，哦，这嘛印度，所以毋知有东印度公司有无？好，咱即马所以讲。加勒比海迄个地区叫做西印度，啊，即马即个所在叫做东印度，所以有西印度群岛、东印度群岛。啊，即个 Indonesia， 印度就是印度，因误会，这是咧美丽错，讲这是印度。啊，啥物叫做 Nation？ 毋知是拉丁还是希腊吼，即个 Naxos 就是岛屿就对啊。所以 Indonesia 吼，足侪岛屿啊，印度的即个岛屿。啊，毋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后，即个国家啊独立了，就讲啊，本是印度尼西亚，啊，其实讲实在，今仔日的印度，即个印尼的话，吼，若是印尼的人
去马来西亚讲话是会通，可能7成8成拢有同款。就敢若咱讲有即个英语，有英国的英语，美国的英语，吼，咱会讲国语、华语，有台湾的、有中国的，有差别哦，有，但是讲会通啦。好，所以讲印尼来讲，其实是马来啊，好像是，因为马来西亚是 Malaysia， 啊，但是真正伊在讲伊即个，因即个，算讲即个民族叫做 Malay 就对啊。所以说，规大群遮的人啊吼，真侪拢是叫做 Malay， 啊，毋知来讲有即个中南半岛，啊讲后即个马来群岛的，都有即个民族，伊足早就家己的即个国家啦。啊，另外就是18世纪、19世纪以来的，即个西方，尤其是传教士，佮做生意的，而且若讲较早，可能10世纪、14世纪时阵，中东阿拉伯，吼，遮个穆斯林，啊伊嘛来做生意，嘛走来即个咱即摆讲关岛，走来即个东南亚，啊嘛有带过来真侪即个影响。所以今仔日是安怎？印尼甲马来西亚大部分的人，吼是穆斯林，吼，这就是迄个伊斯兰就是当传入来。啊，18、19世纪初的时阵，就真侪西方的即个影响入来。啊，到20世纪初的时阵，唱片，吼，因为即个爱迪生伊发明即个留声机，啊，过来渐渐各有其他的人改用改善了。20世纪初的时阵，即个录音的即个技术，掠唱起来的时阵，哇，全世界开始拢在录音。20世纪初的时阵呢，因为唱片业全世界拢唱起来，嘛伫咧遮来录音、出版、后卖。啊，过来另外一个第二届，吼，第二届即个第四个即个世界大战了，啊，美国就离开啊。啊，美国头是全世界吼参加即个战争的国家内底，本土无去弄着。啊，你来即个日本的飞机弄即个珍珠港，也无弄着美国的本土，所以讲，咱嘛拢知影，吼，美国伫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规个国家伫即个影响，一直到今仔日，也阁是遮尔强。吼，啊，即个后壁了，因为韩战，吼，韩战到越战，吼，越战，啊，美国拢伫亚洲，甚至讲全世界。拢有伊的即个军队，啊，若有军队，就有广播电台。咱即摆有一个 ICRT 吼 ，ICRT 上早就是美军电台。啊，因为中方面讲美国要断交吼，后壁真侪发展，即个美军啊就离开啊，所以美军电台啊有一寡即个吼，做生意的，也是一寡吼，较有即个算讲唔愿意放下即个电台的一寡吼做生意的人，还是其他人，啊，将即个美军电台啊接落来，啊，即马做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adio Taipei 吼，就是怎讲国际社区吼，伫咧台北国际社区的电台，啊，这就是，所以讲是安怎全世界拢咧听猫啊，拢咧听 Beatles， 啊 Beatles 是英国的，啊英国嘛是走去美国发展，那真正老实讲。若无美军、无美国的即个五路环保的即个事业，阮唔知影比头是是当请到全世界。不管如何，英国、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即个影响，啊，伫个即个东南亚有真侪影响。所以，遮种种的加起来，其实19世纪尾一直到即马，东南亚的国家绝对无听比咱较少的英语的流行歌。啊，即马日本、韩国完全嘛是。伫迄个所在，所以小等啊50分啊，到袂听着歌，来甲你挑战，甲你忽然间倒去看学舞，啊，搁就是咱即个，这毋是大中港吼，这是台湾中国中港吼，大中港吼，大中港无共款时期的产品，也有旧歌，也有新歌，吼，伫个即东南亚这个，所以讲东南亚有因家己的传统无着，但是受着。欧洲、美国、今日日本、韩国，阁有咱国语的、华语的、福建，啥物环世界的影响真大。这是过去吼，啊，你看即马，咱台湾有超级星光大道，但是做无偌久就收起来，啊，阁有超级偶像，咱嘛收起来。但你看吼，咱即个超级星光大道的即个台湾，就是 idol， 迄就是American Pop Idol， 啊，还有英国这些 Idol， 啊 ，Idol 加 The Voice， 中国好声音哦，这两个无共款，上大无共款的所就是，你讲话才华，吼，这系明星。
在座有一寡较资深的老师，有看过五等奖，五等奖啊！啊，你唱歌比赛的时阵，就是迄裁判拢无啥咧讲话对无？拢是咧咚咚过关无过关。啊，感分的时阵，赵姐讲啊，刚才这一位挑战者，他有一个音没有唱准，所以今天我们还是挑战失败。甲讲安尼尔啦，这是五等奖。一般的这个唱歌比赛安尼尔，但是 idol 就无共款啦。迄平时会讲一寡五四三的，你知道迄个于天因囝有无？叫什么小松小婆创一个什么艺校有无？就是毕竟话开始愈来愈侪啊，啊开始平时嘛是节目效果的一部分啦。哦，咱有黄小琥，无三过去咧唱一个歌讲讲的，啊，还有 Roger 郑有无？迄个伟珍咧晚上讲，我觉得你今天晚上咧有无？这就是 idol 的时阵，迄平时话愈来愈侪，变做节目效果的一部分。咱有迄个超级偶像星光大道，差不多拢是安尼，但是歹势。咱其他东南亚的国家，咱就是讲，你莫甲我讲吼，你心肝上深的所在，你唔捌想过讲，我们这些东南亚的人经济这么落后，这么臭，这么样？咱一般心肝来讲有啦，想讲人较落伍啦，国家经济无好，煞唔知其实拜托的人经济，即马比得起来啦，而且人的迄个流行歌吼比赛比咱台湾国家好。咱即马真侪 idol， 柬埔寨呢？柬埔寨啥物所在你有去过无？哦，你个顶头你有去过啊？啊，听啥物所在？吴哥窟哦。啊，你敢有看过 idol 咧吴哥窟？无啦，吴哥窟你观光的，我即马咧讲人市区啦，毋是吴哥窟是市区啦。啊，咱市区内底有即个流行歌音乐即个制作。真侪咱柬埔寨哇，这什么所在？敢若吴哥窟尔去观光的无啦，拜托，人有 idol， 而且 idol 甲 The Voice， 我甲你讲 idol 就是明星较搞的对无 ？The Voice 我较无共啊 ，The Voice 大家应该头拢知影，中国好声音对无？我即摆就是坐后壁，啊，这个歌声好，我坐过来，哦啊，你若敢一个老师坐过来的时阵，啊，你就是伊的学生对无？但是若有两三个老师。同一个时间坐过来，即摆就是参加这个选秀来选老师对无？哇！一开始老师足切的，哇！你讲甲于天因囝要起笑啊！即摆 The Voice 这种好声音，这个开始就无共款。咱台湾有好声音无？无歹势，这个国家拢有。而且我甲你讲，哦，拄则所讲的 idol 哦，佮有逐个国家的哦，这几个有这个。印度哦，印度是当然啦，印度有参加，印度、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6个国家办一个 Asian Idol， 台湾无参加。啊，这个 The Voice 咧，这尔啊侪个国家拢有 The Voice 哦，佮新加坡、马来西亚办华语的 The Voice， 2个国家合作。啊，所以讲，咱当然爱流行歌、流行音乐来市场。真正是比咱国较强。咱台湾1997年的时阵，卖唱片会当卖甲新台票150亿。卖唱片又敢若卖唱片哦，一年买10张以上唱片的掠手一个，敢若一个，买几张？10几张，一张300块对无？我拢买日本的。哦，你拢买日本啊，4、500块、600块啊，进口的对无？嘿啊，其他的人咧。哦，叫你听公费的，听五月天，甲你一张票5000，你也买，10张唱片敢若3000块，你就唔愿，唔敢开啊，对无？但头你听公费，啊，即摆费玉清也要退休啊，哦，一张8000块，可能也买互恁阿公阿嬷是爸爸妈妈听对无？所以1997年时阵150亿新台票卖唱片哦，即摆剩偌济15亿。15亿唔拿唱片，佮有 KKBOX， 佮有网络听这个歌的，你看差偌济。啊，但是我意思就是讲，即马真侪的这个娱乐听音乐的方式改变。好，咱咧想讲哇，台湾歌足厉害，国语歌、台语歌，但是歹势，当然嘛就搞这个。啊，咱对美国、英国、日本、韩国较熟悉，但对遮尔好的处所无熟悉。哦，所以我讲遮尔啊济吼，就是主要要甲大家讲，就是讲，咱流行歌的这个市，
咱将音乐当作是，哦，你若讲什么叫做音乐 ？What is music? The definition of music. 音乐是小连续有组织的声音甲哦，歹势，这国语叫做寂静，但是台语啊读静静倒过来吼。小连续有组织的声音甲静静，这就是音乐。啊，什么叫做有组织？歹势吼，迄听一寡印度的歌啦吼，其他的歌较听无。啊，人的组织就是安尼，人有音乐理论。哦，咱若无了解，就有种，就是听无。还就是讲，就是爱有人甲你指导哦，爱甲你就引导对啊。啊，所以讲，毋管你是西洋古典音乐、流行歌，啥物歌拢是安尼。在即个定义之下呢，咱有一个，我拄则所讲，有一群人咧做音乐，有一群人咧听音乐，啊，即两群人拢小小的，对无？8000块工费，哦，紧，哇，1万你甲我听定啦，对无？讲小小的啊，那约即个明星对无？啊，做音乐嘛是，哦，我的歌超屌，谁都要听，啊，你的歌超烂，没人要买，那嘛是小小的做音乐对无？有一群人咧做，有一群人咧听，啊，就是即个人业的即个，有一个即个算讲音乐人业，啊有一寡即个当中有真侪人咧拍拼努力，伊也有科技，你通啊录音，你通啊有即个印刷，吼，啊是讲你即个广播电台、其他电影、电视啊，吼，你也有科技将即个音乐放上去，啊你要趁钱嘛，爱签约嘛，真侪拢是按照法律来定的。啊，个就是音乐本身，好，所以讲，咱看流行音乐大片，我就是用这个逻辑来看。你听无要紧，因为你的社会环境无共款。譬如讲，咱这个塔利班政府，阿富汗是塔利班的惯性。塔利班政府因是算讲较极端的这个伊斯兰吼，较极端的这个穆斯林，因认为讲音乐会阻挡你甲阿拉之间的这个沟通。所以讲，塔利班政府唔允准听音乐，你会当念即个古兰经，吼，念即个音，但是你袂当唱 Michael Jackson。伫咧塔利班统治阿富汗的时阵吼，你若去看恁兜有一台即个 CD player 咧，有咧放即个马丹娜、Michael Jackson，你第一工就无去啊，真正白色恐怖是安尼，因为因的宗教信仰吼唔允准安尼，啊，你的社会环境无允准的时阵，啥物做音乐，吼，甲他一种音乐。两季的古感情，这音乐哦，这不是音乐哦，这是我们两人的经，哦，这个是这个无共款。所以在一个社会环境当中呢，哦，有组织的声音甲情绪，哦，社会来同意，有权利的无权利的不管，反正这个社会接受，咱就有这个事情来做比较。啊，这个是我所讲的这个性格来讲，所以。当然啦，嘛是安尼，有即个过程。好，过来我就是开始记啊，4个国家内底，要来开始听歌咯，真正歌要来。